观众朋友，今日个项目係阿明哥劉浩明朋友所看福起來。喺貴重要嘢嘅地方，我哋常常會送對方一啲話，嚟表達我哋嗰種講出去，但是又鬼快些表達的一種情感。話聽人同人之間，從頭變成一個橋梁。如果有感情，但是又可以代表一種氣氛。今日我哋邀請到嘅來賓咯，喺話語喺你嘅生命中地方係一個最重要一部分。一方面可以治療自己日常地方嘅煩躁感，另外一方面可以填補嗰種庸庸碌碌嘅空虛感。我哋馬上啦，反映今日嘅小長療法店嘅店主，我哋小美人嚟欣賞，小美人好。係，他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市素清鳥花藝工作室嘅負責人總素美。我想問下小美吼，你喺屏東嘅哪邊人啊？我喺屏東竹田人。竹田人，可是晚上都係竹田台嘅。係啊。可是你這個以前係會學華語也會工作嘅嚇？我主要係做護士。做護士。咁我當初會想要開一個華語嘅一種專門店咯。剃頭慢慢因為興趣啦，就想說，我喺屏東市有段時間。各意的一些髮草啊，還有一些手工的東西，我喺屏東市我尋到可以運用的東西，可以用。就講，我如果可以在店面，就是周圍朋友有喜歡的話，也是可以到店裡做交流。護理師其實平常都規模下嘅，你話會有時間去開啲發店嘅咯？因為你講喺信息宿舍，你會下班的時間啦，冇路有撩你的時間，哪會去開店？可是等於講，你希望講你下班的時間可以有一啲我講休閒的時間，嚇，冇像其他人講我哋去浪街啊、看電影啊乜嘅，你都希望講可以投入另外一啲你自己有興趣嘅一啲世界地方去啦。咁當初做乜我先華語咯？其實像我哋講，我哋而家講嗰度社會度會買做嗰種布包嘅啦，冇到嗰種縫一隻兔嘅啦，冇到做蛋糕啦嗰度。你當初都會想到做華語咯？因為怕睇細時間都睇鄉下。有上就下，我阿婆嘛會睇行下杯中法，安尼還有一點有的時間沖牙的時間啊，嘛會睇桌面上供奉祖先都會有做那個盤花，係啊，然後南部行業佢沖牙會的文化。對，我嘛這個更介意種植一些花花草草的東西啊，所以就想說那。也算是開一個店，然後跟大家做一個交流，這樣子。嗰時嘢都因為講，你自己希望講，你這個對發出來的東西啊，對萬世都看到，嗰時喺落睇嘛幾好。但是你這個喜好嘅東西，冇必要開店啊。因為開店有開店嘅壓力，但這個可以做一啲興趣，把這個都較差別過講啊。我會想到講開店，因為開店壓力過，它因為租金，因為而有種營銷的成本。當初我想到用開店嘅方法去支撐自家嘅一種興趣咯。因為做案都睇路卡，都將自家欣賞啊。如那有店嘅話，可以做嗰度本拍人欣賞。有人可以吞買翻買係一種成就感。等於你講，我開啲店嘅可以吞向下開愛入嘅東西，讓他嘅人向下交流。嗰個成交吧，其實錢係另外一回事啊。至少係騙人對你一種肯定咁嘅意思。咁唔嘅時間咧，還是學下華語嘅時間，有去拜師冇？冇呢，我哋自己看網絡上有騙人嘅作品，然後我哋稍微做揣摩，還有把自己身邊的一些自己買來嘅髮草咧，就是加以運用，然後做成一個作品。也是看唔出來冇學識過呢。即係講，其實作品幾完整，然後也批審嘛，嗰度幾好。但是講。嗰種係全部用學的地方，你只係算是一個有天賦的人咧。謝謝。冇欣賞冇壓力啦，嚇！這個做，因為其實這個做護理師嘛，佢無限，佢無限的時間。對，如果你輪班休息的時間，那我可以去做你這個興趣的東西。但是有成功都有成功，冇成功都冇成功，都做一個興趣啦。係啊。但是你這個一路行嘅行過了，你這個講開店開6年了，咁你在開店以前，差唔多練習了幾久啊？冇呢，我邊開店邊學習。一開店，如一邊開店一邊都睇學習安尼嘅事情。係。
咁人家其實啲作品，每人睇緊人講，奇怪嘢，別看好到有呢，佢想學生人做嘅。剃頭嘛冇做安講啦，如果一時時慢慢的去變化這樣子啊，第時節睇教乾燥花時節嘛，個屏東市嘛冇嘛給人睇教啊。咁奇怪嗬，頭都唔講到乾燥花，都講乾燥花直接。當初都我想到愛學乾燥花，因為我哋一般人堂都講學花藝嘅話，大部分如果想你係咪學嗰種乜嘅東洋柳啦、西洋柳啦，或者嗰種生花嗰種花藝，當初都冇選擇用乾燥花咯。因為鮮花有時效性，那我就覺得說乾燥花就比較我可以就是可以靈活運用，不用說就是在短時間內要把它消耗掉。然後因為乾燥花它每一種花材都有時節，就是季節性，不是一個時段就是所有的品種你想要用的都會有，所以等於是幾年人都會去請花呢。我相信我哋觀眾朋友可能對乾燥花有一些冇了解，都講乾燥花唔係講一邊走以後，伊都可以擺幾年嘅。做乜嘢講唔見啊東西，伊又唔係講生花講啊，定季節也是係季節，譬如講也係啲玫瑰花季節，伊可能都有；也係啲桂花季節，伊可能都有。嗰個季節都冇。但是乾燥花沒有造花哈，伊攏話會有安尼季節的問題咯。會呀，因為應該係講乾燥花的品種，可以乾燥的花材並不多，唔係像鮮花，全世界各國都進來，然後沒有就是所謂的，當然有時候有季節性啊，不過都是現這個季節有什麼花就是用什麼花。可是如果是乾燥花的話，可能就沒有辦法，你可能就要在它大出的時候就要先把它買起來放。伊啲乾燥花，大部分喺我哋台灣這個做啊，還是講喺你這個以乾燥嘅？應該講有嘅可以乾啲花吼，台灣冇一天有，一天都係國外嘅。你外國進口？係外國進口啊，又可以自家造嘅花，我自家造，因為我自家造嘅品質我可以控管。咁一般嚟講，我就唔知頭都要討講到一件事情講，唔係每一啲花種都可以去塑造來啦，嗬。咁我哋用嚟分配講，用嘅東西可以塑造，用嘅東西唔可以塑造。就是都是算這個經驗的累積啦。不過人家房間嘛嗰度數會講，哪個花可以造，哪個花唔可以造啊。嗰時候人家已經很多元了啦。咁一般嚟講，乾燥花，先冇講人家已經做成成品的啦。一般上我哋看啲乾燥花，伊平常嘅，跟我哋講壽命可以變到久。平常是我嘅經驗就是有嘅像3年都差唔多嘅。有嘅吼又可以一年lang都還可以，係啊。人家嘛有啲其他技術，如果做成那個永生花的形式。而家佢流行乜嘅永生花、永生花，這係乜嘅東西呢？永生花的話，也係它是透過藥水去把它泡過去色，然後再加染色的過程。係啊，也色水會比較接近鮮花的感覺，然後質感也不會像乾燥花這麼的脆弱。嗰種也係泡過藥水嘅，伊也不色水要個醬，唔好像我哋咧乾燥花，大部分都幾種個沉嘅色啦，我哋咧主管是咁樣嘅，但是伊也不色水要個醬，但是伊可以變久啊。伊可以變個久呢？我剃頭蠻睇接觸那個永生花的時候，從我接觸已經是6年前的事情了，所以我有一個作品還放在店裏，也是6年多了。嗰時看好了吧？係按獎咗嘅。咁你講永生花，伊這個可以作為嗰種我哋講花材花種，同嘅乾燥花有共樣冇？冇共樣。伊可以作為又更多了，這樣子。嗰時伊變咗個多年。係唔單止係花草嘛可以種咩？都可以呀，人家有啲特別學永生花的製作方式的老師在做教學，
这对人家店的地位来讲的话，你这个也两个发出来是哪一发出来对变成家店的主力啦？女生发还是主干燥力法？是干燥花为主。嗰種乾燥法係大部分係某個時節會用得到。有一些節日啊，還有各種有你的。各種有你的，還有就是人家較好上較介意送乾燥花。係啊，一定會喺平日嘅時節會互相送對方安尼。哦，如果你畢業花束用的。對，啊，還有啲過年過節嘅時節嘛，會有人會來想講過年啊。那個家裡環境整理好之後，會跟個搶一個東西，如果來買。我就變成講，你看整理好嘅，你看你發社會的想法，佢有時其實想法有啲對一些應該講，其實過無限的人來講嘅話，一般的想法話，其實伊可能冇辦法去好好去注意去照顧伊，啊可能一禮拜有車的，變成對伊有啲過無限的人來講，伊都唔點樣去處理，乾脆都買啲乾燥法對伊來講嘅話，可能蠻過哩片3-3日、4-3日以後，能去處理都可以嘅吼。係啊。嗰度變成講，伊啲想法，伊啲代替品，但是伊也要照顧啦，同嗰種氣氛，嘛唔是按碟去做嘅。係按你講冇錯噶。味道愛打發以自家生活地步嘅壓力，嗰種我哋屬味開始要做我哋啲乾燥法嘅啲處理。哎呀，點啊開到伊啲嗰特殊嘅地方，我休息一下喎，等下我哋埋嗰度嗰陣睇故事咯。翻過來，復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哋來賓淑薇同我講，伊喺做護理師嘅時節，感覺到生活過度嘅空虛感嘅時節，伊如果想我講做一些花藝，最尾我哋可以喺花店來做伊嘅生活裡邊過重要嘅部分。我想問一下，你喺花店開喺哪？我開喺屏東市中央市場第3市場裡邊。喺中央市場地方，中央市場睇下人屏東人嘅想法地方，以前係一個鬧人嘅地方，但是而家也見人啦，真係人越來越少。啊，當初我想我可以睇見咯。因為都住近較少啦，啊，住近較少係。嘛是想講，他家人都個地啊中央市場地邊，啊，想講安尼怕可以吸引一些客人來嘅。係啦，冇唔錯啦。其實嗰種中央市場睇我哋屏東市人嘅話，唔單止講屏東市地邊人啦，冇得講我哋係咧睇屏東市屏東縣嘅人啦。哦，因為以前潘貨啦、公園過節啦，去屏東市一定會中央市場。嗰陣講，而家點樣可以喺中央市場？哦，他個人可能想可能啲啊睇難。我哋中正路，他個人可能話，尤其係老一批嘅人，佢話唔知係睇難。咁你一般人去人點嘅地步，很容易脫髮咯。像譬如講，我哋去買生花時間，我哋會脫，譬如講喺買個色啦，吼買個髮啦，然後要過塗咁樣啦。咁一般人去像去乾燥髮店嘅話，伊咁樣去脫，而家講啊咁樣嘅髮型，因為你髮型大部分都不單純啦，吼啊伊咁樣同伊去溝通咯。可以請伊拿相片。本來做參考，還有啲一般都會先可以選主花的顏色，然後其他的配花都會按附近設計。唔係講到主花的顏色，因為看到乾燥髮大部分都冇用，我都冇用我都冇想法有按到嘅色線可套咁。咁唔講到主花的顏色。主花的顏色主要就是選那個整個作品裡面最大的花的色系。那如果像以這個瓶子上面的作品的話，會是以紅色跟白色為一個主色調，然後其他的配花就是再用與它去做呼應。但是問題係我哋一般人來講，我哋嗰社會上度講，我哋愛去突出一類像人嘅，像我哋人形嘅花。咁你花，譬如講我哋想講，咁我哋可能會有啲玫瑰啦，嗬。同我哋咧，譬如講嘅嘅拍攝嘅棉花嘛，嗬，係嘛？啊，你隔天以後，咁以這個會呈現嘅方式都用這個來隔天係咪？係啊，應該會講，以前很多客人他們會有選擇障礙，所以我只讓他們決定一種花的樣式，然後其他的話就是由我去搭配。我會請他們就是去看我的
网页的作品风格。那如果他觉得说我的作品风格他们可以接受，那就请他们就是放心的交给我去做设计。因为其实现从带过来吼，大部分就过细型的，我哋讲건조化部分啦吼。对你来讲，这个喺本来如果三重做过细型的讲，还是讲以这个嘛以太型的作品这个冇带来安尼咯。嘿，来剃条嘛，拢係先做细的啦。不过更加后来就是越来越经营的越比较有一些店面的一些人会来找我去帮他们做一个空间的设计。就像有那个冰店，它可能里面有一个柜子，它会需要我去做布置，然后我就会到他现场去帮他的柜子还有周围的一些空间做一个布置。那或者是有客人他会愿意说，那他有一个框，他想要请我在上面做一个花的设计，那他可能就是拿东西来给我，然后我帮他做一个设计。像譬如讲头讲个便点来讲吧，譬如讲你便点你当初去看的时间，你考量多东西忙咯。冇呢，我其实在做作品的时间都冇考量按多东西，我拢去的时间先提问讲我入摆我买个颜色，然后我都先搭配几个颜色，然后跟他稍微做沟通说，那我可能会着重，他可能觉得说他想要哪个颜色比较需要着重，那我就会帮他做那个色调的比例安排，然后先给他稍微简介一下，然后他觉得可以，那我就会在现场直接试做。咁如现场做，唔係講對點嘅做好以後辦過一樣咧？伊咧東西那個太的物件啊，冇可能按你搬來搬去，那個人力、時間、成本其實都要考量進去，所以我就會直接從色系溝通好之後，我會從店裡就是帶花到現場去直接做一個初步的布置，然後大概布置個8、9分的形態大致完整之後，我們可能就是會在請店，就是在隔天或者在隔幾天，然後先讓店家他們去做看說有沒有需要補強或者是調整的，那我們再會再另外擇一個時間再去做一個收尾的動作。如果他們做到8、9分的時間，然後再本點注意看一下講有乜個東西係當初的當初上的，係咪有一些有差別的吼，嗰按照再來補。咁唔記得多安尼做到其他的事情，有嗰種即個做出來叫佢，而且講唔要唔係啲咩個同樣嘅項目傾向的，有安尼言下冇？嘛我有啊，攏會較做西方的面較會安尼。哦，嗰就變成講，而可能按像人以相同都講啊，你講你現實性的障礙，其實我哋嘛唔係講冇現實性的障礙，應該講我哋啲心裡會想嘅東西講唔出來。我都講，講出來的東西可能唔係我心裡會想嘅東西。譬如講，我哋講我做隻嗰種錄嘅其實叫嘅，係，咁你發現這個一樣嘅去本消費者至少講出團以這個愛做樣嘅安尼，那唔好講做出來，而係要講，哎呀，要咩係想安尼哩？英國係應該是講說，我會真的是比較希望他們先去了解我的網絡上的作品風格，因為畢竟我也在那邊經營了6年多，裡面的網頁上的作品也都2、3千件作品在上面。那其實每一個人在做花人會有自己的手感，那如果他喜歡的話，他就是不會太拘泥於很小的細節，會有這樣子的都是他不了解我的作品風格，才會有這樣子的疑問。咁你這個你咪講這個要作品的風格很樣的一種情形。我算是比較豐富。我的那個一個花藝的作品裡面，可能看起來好像就是你說簡單也沒有到很簡單，因為它裡面可能一個作品裡面就可能會有10幾20種的花材，每一項就是有些鮮花呢，它可能就是一束玫瑰花，它就是整個就是都是玫瑰花，然後搭配2、3片葉子這樣子。但是我們的乾燥花裡面，我可能像一個作品幾乎都會有10幾種的花材去做運用搭配。譬如講來講，譬如我哋嘅花，我哋講酒紅嘅上面咧嘅花，佢當初
佮伊作品当初，迄因为先有发酒红啊，还是先有发，然后前面的酒红来唱。所以这些作品其实算是我的失败品。因为我主要是我会设计这个，主要是为了要设计这个花球。然后我们要做一个课程的教学。然后因为客人他有跟我说他想要上一个这样的花球的课程，然后我就去想说好，那我来帮你做一个设计，因为我不想要其实坊间也很多人在做花球，但是我会希望说有一个自己的风格出现，所以我在设计的时候，因为考量到整体的比例，那我刚开始在设计的时候，我本来是想说，那我就是希望说用干燥花的方式去做呈现，可是呢，结果一做太大，所以做太大之后也没地方摆，所以我就刚好有客人给了我一个酒瓶，我就把它放进去。那主要是要做为了要做这一个花球的作品，才会有多做的一个另外的作品，但是其实它也没有到失败，只是可以让他用不同的方式去做呈现。因为怎么我要先讲个花球，对吗？因为个花球的作品可能到摆。对。因为开动你就看到伊个玻璃色的地方，伊个花球嘛。可是我太有地讲啊，这种东西如何我常常我看到的，但是也可以像迄有个变化型。好，变化型。可是头先我们问题，因为其实一般人讲。佮上面的圆球带下你基滚的，然后就变花球，然后你变成一个我们讲玻璃中底部，然后太有乱的情形。但是唔过特别咧变成一个酒红的地部，其实酒红的色层同我哋那花球的色层其实quite搭，有搭配到，quite搭。但是又唔会讲，我哋一般看到那种花球啊那形式，其实真的。有时伊的作品其实大部分经流传到海了，大部分可能乱的样的。但是也算一点我讲因为都係咧quite特別的一種變化型啊。你比如講我哋上面的一般我哋看到會睇嘅我哋聖誕節會排出的一種樣嘅。但是對人來講，其實我哋因為我哋南部嘛，我哋台灣國嘛，冇當然講會去特別會。去做過嘛聖誕節，佢像安尼啊，譬如安尼作品的話，一般來講，我哋蠻可以不用去某個地方啊。其實在台灣真的是還蠻多人對於花圈這樣子的作品，真的不知道怎麼去做一個擺設。那其實因為我本身我很喜歡看日本的一些網站啊，還有他們的花藝設計的一些概念理論，那他們的做起來的東西都是小小的，那我個人就是也是蠻喜歡做一些小的作品，因為我覺得說每個人的家裡其實空間都不夠大，那如果做一個太大的作品放在一個家裡，其實久了你會覺得說它是一個壓力。那我覺得說其實很多的空間的擺設，只要一個小小的東西就可以去做一個小氛圍的營造，你不會讓你自己的生活感到很壓力，然後也可以就是有東西可以欣賞。可是細型的東西嘛，可以有一種自己的我哋講美感的給啦吼。對。可是冇傾向的東西，冇傾向太細，傾向係法，但是一帶本人的神法的嗰種感情係冇傾向的。休息下我等下我哋埋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到節目我哋來賓淑薇同我哋紹介嘅以後嘅花藝嘅作品哦。我一出佢對個，我哋講佢算龍嘅樣嘅一種花架，佢有是唔是？佢係乜個東西做嘅喏？係用烤肉架做嘅。烤肉架，嘿，看了嗰種烤肉，也算人作品係咪？你想到做咩作品哦？因為我喺想講，就是有些作品，我們可能外面坊間買的一些櫃子，或者是一些層架。並沒有這麼的就是有些是太制式化，太制式化的時候，有時候覺得說放自己的作品進去會有種突兀感，對啊，所以有時候會覺得說，那我就會去參考，我會發現說日本的他們網站上會有做很多手工的東西，然後去做，我會想說，那找自己身邊可以運用的東西去做 DIY 的一個過程。那像這個
这个就是去强的啦哈，很强哎，哎，它那个里面的窗花也是我们用铝线自己去做凹折的，对啊。那有时候还有一些小配件啊，我也会自己在上面做一个画画，然后看起来会比较可爱一点。一方面，你都这家能够量身定做啦，吼，听你讲。至少已有几四项安尼给它摆出来的东西，但是其实几好几，感觉到几神奇，你讲也甲标也要像迄一般来讲，也要东西要标天来。一般迄标在墙面上啊，上方无论门方，门方安尼。但是做一个我们讲装饰品用的啦，嘿。但是你当初做也要时间，因为感觉到讲有些像东洋流，有些像西洋流。按那一种做法，跟你当初那想做的东西呢？是你个听呢，还是你这个突然想到的？因为这个，算是看一些日本的网站，他们会有一些形态，因为很多几乎都是做花圈的形式。那我这个的话，我会觉得说，我会发现说他们的照片里面，就为什么都是那么细细的？那他们是用什么的东西去做中间的骨架？那我就觉得说，好像也只能就是自己做，用铁丝去做凹折，才有办法在那个骨架上这么细细的。哎呀，故事我然后用铁丝去这个凹折，然后就是再把一些花布置上去。因为过特别是讲，伊如迄唔讲美眼型吼，伊做出一个唔会讲过贵这个一个像视觉形象的东西，但是伊也呈现出来，类似像有一些秋天的嗰种发芽的嗰种情形。对啊，里边有那个一粒一粒的那个，那个球果用的东西。对，球果是我自己种的。哦，你这个做的？我自己种的。你这个种，跟哪个东西的法呢？它叫壳金草。哦，壳金草，然后上面的发给发掐还也还有存下来的，系咪？嘿，对。可是你这个本身，如果中国都安尼可以拿来应用的发菜路。嘿，我本身嘛，还要种植一些花花草草。嘿啊，我一开始在开店的时候，也是先从玩多肉植物开始。然后可是我在屏东的一些园艺店啊，去找寻，几乎是完全不太好找到，或者是说它长得就没有这么的可爱。然后我就会开始去做研究，说那怎么样才可以就是种诶，它讲一些。当初也是觉得说，我自己在屏东就是都找不到这些东西，那所以我就开始跟进口商去做一个联系，然后开始就是做一个算是团购的一个模式啦，然后把那个屏东喜欢玩多肉植物的人聚集在我的店里，那让大家就是有可以来店里头有一点交流这样子。那也因为这样的话，认识了蛮多喜欢玩多肉植物的朋友。那我们当然也是会开始，也顺便可以就是带他们来玩我的手作的部分，他们也会跟着我去玩我喜欢的东西，然后大家最后变成一个朋友的状态这样。因为像今日所讲嘅花球带下，迄我哋讲父母来做，佢父母来马上做哈。嘿，父母大花我自己做，像旁边的那个。水泥的空心砖，黑矮自己做的，不过是有用模型的。不过模型是另外一回事，重点是那个咬粉膜奶咬那个粉膜奶的比例，就是要一个技巧。这个粉膜奶是一般那个人粉膜奶如可以哈，还是讲要起锅呢？因为看到个油哩。系啊，有各种方式的。系啊，看我用我去呈现。矮地方我想讲。一般的那个空心砖几乎都是粗糙的，对，所以我里面我并没有把它做过筛的动作。可是有起锅我都过油啦，没起锅我都看了各种粗糙的感觉，有错没？而且那个比例如果想讲这时间嘛无人教如果想讲还是那个工地啊，屯的大姐啊。大哥啊，问讲，迄比例用的配方啊，伊都会通来教啊。你叫我讲，两妹啊，怎么咯？有啊，有问来讲，冇来做奶水咩？系啊，有问来讲，我家做嘛，都去讲来做盆的啊，来种法呢。系啊，都个笋菜地，我是那个沙子，因为等做房子的迄沙的屯，等平常时。去买的啥的有一点不一样啦。不是我想讲拿一点呢去突然去
去做，可能会比较。佢对啊呢，伊开始讲，比如讲都会开始开店吼，然后伊讲做个多肉植物，然后去做个蜂膜奶嘅种基材啊那东西。那你一路好嘛教嗰啲东西呢？吼。系啊，马嘅拢教啊，包包啊、象牙底部有咧画是那个仙人掌诶，迄眼只甲用 P 图的方式去把它做一个画的呈现，然后过会再上色。有一摆有的客人路人问来就讲。你那个是有在卖的吗？我说他就是说它的质感像油画。我说那不是油画，它是我用 P 图的方式去把它做一个 P 上去之后，在上面直接画一个轮廓，然后再另外做上色。他觉得说哇，没想到说还有这样的方式可以去做呈现。可是你这个里面头都你像讲伊开始接触嘅多肉植物时，迄边安宁病房里边有一点医师治疗的课程。你这个有想到讲，你这个本身在教一个东西，呈现出来一种作品的风格，同这个迄个护理师有关系吗？你认为？应该冇关系呢。应该冇关系。系啊，两个还是差分开啦。系啊，冇共用的东西啊。唔见啊俾。服务嘅醫院嘅地方嘅考批，平常嘅工作會無限嗎？是某一天啊，有的時間嘛會無限啊，有的時間嘛係限好啦，看病人的病況來決定啊。係啊，我哋單位是算慢性病房，所以就是住我们慢性病房的几乎都是住蛮久的，所以他们的变化就是会比较单纯一点，不会是那种一下子立即性的变化这样子，对啊。可是你这个做17年的护理师的话，这等于讲你可能6年前开始做下的时间，你慢慢的睇人家的护理师的身份地位，反而变成一个可以重要的一部分呢。算是一个生活感。生活感。对。蛮好的生活感。我觉得说就是除了工作以外，我们会有需要一个自我疗愈的一个空间。那我觉得说护理工作，它对我来讲就是一份工作，我不会把它的压力带到我的生活上。那下了班之后的时间，我几乎就是沉浸在我喜欢玩的一些作品，我自己不论是自己画画，自己做一个手工艺来疗愈自己，然后也是可以，就是他现在有店面，有客人会来跟我做一个交流，然后也可以或者是来跟我聊聊天啊，或者是分享他们生活上的趣事，我觉得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啊。其實嘛，你這個佢用心在經營也成法啦，因為其實嗰度人睇咧按個阿邊冇嗰個阿無限嘅工作，係可能都會潛到這個成法的另外一個衝擊啦。好，你等於講，我哋工作係過去以後，你這名義的關鍵是啊，冇名義攏解啊，然後冇去培養這個可能完成伊的興趣啦，冇那個培養這個有啲長時間可以專門做一件事情的一個能力。但是你至少對佢哋來講嘅話，唔單止潛出嘢興趣，唔係把嘢興趣行出另外一條新的路啊。咁你這個更加像安尼考，這個安尼點嘅地方有聽上課冇？有課程？有啊，有嗰度客人伊會突然約說伊想要上乜嘅課程，我會想講好，我哋來安排一下時間，然後我會先上課前先做一啲作品，第一點講，應該會講他會跟我要求說他想要做一個什麼樣的作品，然後我就想以我自己的概念去做一個發想，做出一個作品來。然後我們就給他們看，他們就滿意，然後我們就安排一個時間，然後大家一起來完成一個課程。咁更加對你來講，今日法律等於講，我哋嘅朋友希望想要上網嘅課，唔能去設計安尼嘅課程。咁有想講嚟講，譬如講我更加先設計課程，看朋友來報名。也嘛有可能啊，不過我個無限，我更加就是不僅要面對客人，還有就是突如其來的一些訂單，可能就是在開課上面的話，就會變得目前是比較被動的狀態，因為我嘛個懶死，
我就觉得有时候我可以做的东西可以很多，但是我会觉得说，那我现在想要做什么呢？我可能会很容易被其他事情分心。然后如果就是有客人他给我压力说他想要做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尽全力的去帮他做一个安排。对啊，不然的话我就会就是都在玩我自己想玩的东西。因为你看你这个做护理师嘛，行诶做17年了嘛，而家也嘛6年啦。对你来講，一兩個工作嘅人哋講平凡，冇得講要調皮，這個有冇得打算？應該嘛還差不多。嘛差不多。對，因為重點還是我正職嘅工作比較還是蠻重要的啦。畢竟是一個它是正職的工作，而且是照顧病人，所以我們主要還是配合主業護理的工作。閒暇之餘才會來做店面的經營，這樣。晚些時間的心情的態勢出，嘛變成以工作之餘可以排下工作嘅一個壓力的一個娛樂，慢慢的行出了自己的一條路。今日我感謝蘇美倫來現場同我哋分享很多番嘢故事。好，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歡迎大家有閒的時間可以來屏東市請來了。休息一下哦，大家聽下咱線上來運動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好好運動的時間了哦。今日先生要教大家的是親子瑜伽。先生邀請阿咱的大朋友、小朋友來同阿咱同學來做運動。恁準備好了嗎？小朋友，趕快來哦！來看阿咱隔壁的阿靜小朋友，來同來做瑜伽示範哦。同學做哦。恁準備好了，請放起來。團來做暖身運動，好，兩隻腳打開來，好，頭拿地上面看，下面看，右邊，左邊，老眼看呢，一看。你趕緊我綁上來哦，上，捲條並聳，四，好來彎片，一，二。3、4，好來，你揀條啲後背老人看呢，好細看，好帶動你嘅手肘，手臂。好的，前面一樣帶動你手臂，好，緊緊你腳打開來，好變一個 V 字形，好數慢慢的變個腳趾條，側彎腰。好，再慢慢的變個你的腳踝，再下去息。好，兩隻手兩腳，好，頭拿，盡量靠近你的膝蓋。
跪在中间，前面。好，慢慢的，用的另外一只脚，可以的话，尽量靠近你的膝盖。好，跪在中间，眼皮放起來。好，更加嚟坐下來。一前一後，好，請個手來讓個腳趾頭來做一個腳開合的動作，打開來。啊，記得咯，腳尖，手打開來，延伸延展，好，合起來。好，腳尖打，合起來。腳臀手要同時哦，哈，3、4、5、6、7、8、9，記得咯，你嘅背囊一定要伸出來哦，冇抱背唔可以變安尼哦。好，小朋友要伸出來嗎？好，伸出來，豎下來，好，準備咧，打開來，好，來做一個側彎腰。好，慢慢地過來。彎片側彎腰，用腳看你嘅天空。一樣哦，按你試看的心來爬樓梯，1、2、3、4，往前面爬，做停留。好，爬過來，好，按來面對面，腳豎下來，好，面對面，好，同啊，不用豎個腳，好，更加同腳硬放來哦，可以嘅話伸出來，唔可以唔怕，來兩隻手把呢個腳。好，慢慢的可以放個手，你腳一定要腳趾頭伸出，慢慢一時唔怕吼，來慢慢的伸出，下來，再踢上去。好，注意哦，唔踢上去的時節。唔可以抱背，唔可以變安尼哦。有些人會變安尼哦，安尼係唔錯嘅哦。唔嘅背囊愛伸出來，條那講有一個手嘅綁出，來，好，豎下來，再一擺來鬆，下來。好，慢慢的下來，撲撲㗎，更加彎片的哦。還要可以訓練俺們的腳的一個肌耐力之外，還有柔軟度。還有小朋友唔可以上學時間唔可以不要那呢倒下去的喲，哈，一定要伸出哦，控制好哦，我嘅重心一定要來做好。好，慢慢的下來。再踢上去，唔好抱背哦。好，下來3、然後4，好，慢慢的下來，撲撲㗎。
好，更加来挑战哦，我来变数的哦，吃可能性哦。好，来慢慢的上去。好，一只手绑好，一只手变。好，看呢，一、二、三，看。好，看观众朋友看啊，可能性，看牙膏吗？控制好，加油哦，你做得到哦。好，慢慢的，好来弯片，好，伸侧，好，来绑好，用数，一、二、三。是控制好，做唔到唔怕，不用下来先休息一下。好，慢慢的下来。好，更加人的身体变得足嘅，像足嘅，细细角角，下数，不用嘅天来下。好，不用的足嘅压脚，软好。好，不用的足嘅哦，好，不用的长方形来。肚子要平哦，肚子要平，好，慢慢的数下来，好，再来哟，好，准备来上去，小朋友唱好了哟。好，一片，这份一本同小朋友嘅这份牙空来，唔可以低後背，好，安尼他腰嘅唔錯個，好阿背，可能性可以變伊咧鼻液體呀，可能性像做嘅樣嘅平平，慢慢的下來，好，很棒哦，好，最尾嘅動作，那做伊咧溜滑梯，好，一樣哦。一樣安尼，好，頭都係腳彎彎，更加腳伸出，像喺溜滑梯，好聲音呢，請好搞溜滑梯哦，哈，來準備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哦，做到誒，很棒哦，好，來再挑戰，好冇？挑戰一擺哦，來，準備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做到誒，好，慢慢嚟放起來。今日動作能記得冇？好唔好冇？能好好運動。下擺能來了。